有这个植物迷宫，不要以为它的高度其实跟我的腰身大概差不多高，很容易可以走出去。但其实像我这样子走一走，就很容易碰到死路。全国上大历史迷宫弯起路线，想要击败到挑战成功，找到出口无这简单。看那个树好像矮矮的，好像就觉得这个地方可以穿过，可是好像不是这样。顶千湖迷宫花园，一个壮观设施，自天顶看是一对历史原样造型的迷宫。敢若变做游戏当中的超级马里奥，网友要行过迷宫，缤纷的彩绘迷宫当中充满笑声。会不会觉得这样走下来很辛苦？不会啊，我而家翕相袂歹的，有呀。摕手机啊，直翕趣味的设施，阁有这带你寺庙，登去到电影《魔戒》的哈比厝，唔免出国，就会使翕出梦幻的相片。走下来很好啊，空气又好。互人想要直翕的，阁有食。咱晒咧拍安尼。办公总体艺术粉红色加上朴色的对比造型，镜头拍开一翕到几啊张。维武爷白白穿街头hàng尾自空中壁画到涂骹，有全球各国艺术家的彩绘，敢若是咧设美术馆。看灯会，然后也顺便到魏文秘村来看这个彩绘艺术之美。翕相踅了，再来盐埕区食物件。弄瓦斯炉来讲，大概要做3个多小时，让肉才会软烂。定真过的牛肉加上道家比方所调出来真高的汤头，老二号的牛肉面只要吃过都会调嘞。牛肉比较入味，然后吃起来也蛮香甜的。食饭食饱，想要解喙焦，上青的冬瓜用高发所做出来，经过10几点钟所煮出来的冬瓜茶，有袂少人客真介意。我可能比较在外面没有喝过这种口感，然后它会比较有点茶香味嘛。连假期间要来高雄佚佗，这经典美食会当互你省假真欢喜，而且嘛食甲真满意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